好，咁我哋今日咧繼續睇聖經啊，睇列王紀下上第3章。咁個 PPT 可以出啦，係啦。咁呢個題目咧就係當神問你要什麼嘅時候，你會點答呢？咁如果你熟聖經就會知道今日講所羅門，即係所羅門就求智慧啦。咁咧當呢個題目講呢個題目嘅時候，我第一時間咧就諗起呢套即係好經典嘅動畫喎，就阿拉丁係啦。其實而家少年人係睇唔睇㗎？我一直都問，有睇嘅。之前又翻拍過真人版啊，咁就即係一捽個神燈咧，就出嚟有個即係精靈燈神就出嚟就問有3個願望，你想要啲咩咁樣？咁啊，柏瑞尊成日講㗎啦，即係唔好信燈神，係即係唔好好似當耶穌係燈神咁，要當翻耶穌係神，即係你唔好話唔係你控制耶穌做啲咩，而係你跟耶穌做啲咩。咁但係今日我唔係想講呢個啊。咁但係我想問下大家有冇人知道阿拉丁嘅結局係點㗎？即係阿拉丁呢套電影或者動畫嘅結局，有冇人記得啊？係咯，我哋通常咧都記得係咧就係3個願望滿足你咁樣。但係其實咧阿拉丁咧最尾個結局咧都幾感人嘅。咁其實咧因為阿拉丁同公主啊嘛，阿拉丁係一個草根嘅平民啦，咁公主就係公主啦。咁喺故事嘅設定裏面咧，佢哋係唔可以結婚嘅。咁因為咧喺當時佢哋嘅法律裏面咧就係即係唔可以跨越階層去結婚。當時國王頒下呢個規矩，咁就阿拉丁唔可以娶公主。咁點樣用最後一個願望咧？就係其實如果阿拉丁咧用佢最後一個願望，就將自己變成王子，或者可以將個法律改變，咁你就可以即刻就迎娶到佢心愛嘅公主啦。咁但係咧佢面對住個掙扎嘅喎，掙扎係咩咧？就係其實咧呢個咧燈神咧其實佢唔係燈神嚟嘅，其實佢係背後係個精靈被困咗喺呢個嘅嗰個燈罩裏面，嗰個咪叫燈罩嗰個。即係神燈裏面啦，係啦，係咪？嗰個應該叫咩啊？嗰個杯裏面啦，係啦，我諗叫唔到呢個茶壺啊，定係嗰嚿嘢裏面啦。咁其實咧，佢就好真真，因為咧喺個冒險嘅過程裏面咧，佢同精靈變咗朋友。咁佢想解救呢個精靈咧，佢就要用最後一個願望，就將佢解救出嚟。咁佢就唔再困喺嗰個燈裏面啦。咁所以佢就一方面為咗自己。即係可以迎娶公主，定係佢幫助呢個好朋友咧？咁其實個故事最尾咧，就係佢決定放棄咗自己嘅需求，即係唔去迎娶公主啦，就將精靈咧解放出嚟，然後就成為咗一個好好嘅朋友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講阿拉丁嘅時候咧，即係記起係3個願望，跟住你要去滿足咩3個願望。咁其實呢個都幾似喎。好多時候咧，我哋睇所羅門。求智慧嘛，你知道啦，所羅門求智慧，跟住之後神就將其他嘢都俾晒佢。但係我哋中間咧，好似咧 miss 咗咧，其實聖經裡面仔細咧，其實講緊啲咩？即係其實係咪就係求智慧啊？即係智慧係一樣好好嘅嘢，咁我哋一齊去追求啦。咁簡單咧？咁其實咧聖經裡面咧有多一個層次俾我哋睇，其實究竟裡面所羅門係求緊啲咩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一齊去睇下。今日咧講咧3個求啊，即係當神問你想要啲咩嘅時候。咁讓我哋都滿足3個願望啊！乜嘢3個願望？第一個咧就係求一顆愛神嘅心啊，能夠咧同神去建立親切親密嘅關係。我一齊讀呢度列王紀上3章3到第5節，我一齊讀下1、2、3。遵行他父親大衛的律例，只是還在邱壇獻祭燒香。所羅門王上基遍去獻祭，因為在那裏有極大的邱壇，他在那壇上獻1000牲犧牲作祭燔祭。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呢度咧開頭咧第3節裏面講咧，所羅門愛耶和華喎。咁你就話好普通啦，你覺得哇，即係我哋要愛神啊嘛，即係成日我哋都問咧，你愛唔愛神㗎？你要去返教會啊嗰樣嘢。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對比返咧聖經裡面咧其他君王嘅描述咧，其實呢度係一個好獨特嘅記載嚟嘅。點解咧？咁就形容大衛啦，列王紀上形容大衛點講咧？就效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事。嗱，形容大衛係講緊佢行得正企得正，即係行神嘅路啦。第二，希西家都係一個好好嘅王啦，就倚靠耶和華神。
跟住約西亞都係之後，如果之後我哋繼續睇，會睇到一個好好嘅皇帝，去到列王紀下23章啦，就係佢盡心盡性盡力歸向耶和華。嗱，呢啲咧都係通常係咁樣去記載嘅，係啊，記載君王。但係咧就特別咧就係講所羅門愛耶和華喎。咁其實當中梗係有佢特別嘅意思啦。若果咧對比翻第一節咧，第一節我特登唔同，第一二節特登唔同大家讀住先嘅，即係第3點嘅時候先會再同大家讀。咁但係而家可以先去睇下先啦。咁列王紀上都係睇上少少第一節，佢度講咧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親，娶了法老嘅女兒為妻。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呢度冇講過所羅門愛法老嘅女兒，即係佢同法老個女兒結婚。跟住第一節係咁講，跟住第3節就講所羅門愛耶和華。咁所以好明顯啦，其實呢個婚姻係個政治婚姻嚟㗎啦，即係其實係為咗去換取埃及嘅保護。咁但係咧翻去呢度啊，其實第3節好想講咩咧？就係講所羅門對神嘅心啊，佢對神好有愛喎，以致佢願意去做之後嘅嘢。之後嘅嘢係咩咧？就係遵行大衛嘅律例啦。咁其實咧係同一個描述嚟。咁所以其實咧呢度唔係講只有所羅門愛大衛啊。其實啱啱大衛唔係所羅門愛只有所羅門愛耶和華。其實大衛都愛耶和華，即係佢都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事。但係只係咧描述裡面聖經嘅記述裡面選擇咗用咁樣嘅方法去記載所羅門好愛神。咁之後就講咗佢做嘅嘢啦，即係行耶和華嘅律例啦，亦都係大衛嘅律例啦。跟住第2喺邱壇裏面燒香，咁你可能熟聖經你就話邱壇係咪真係哇所羅門做得唔好啊？因為如果你知道再後尾慢慢演變咧，其實邱壇即係講緊唔合法嘅敬拜場地，因為喺當陣時咧只有一個合法嘅敬拜場地啫，就係聖殿。咁但係你知啊嘛，所羅門係起聖殿噶嘛，當時冇聖殿，咁所以其實呢個指示還在邱壇燒香咧，唔係講緊所羅門做得唔好，係講緊所羅門就仲喺邱壇，當時未有聖殿，咁所以其實所羅門都係行緊，即係願意去獻祭。咁第4啦，上基遍去獻祭，一陣會再講多啲。第3啦，話一獻就獻1000個祭牲，係啊，即係1000隻牛或者羊，即係各樣唔同嘅牲畜，就獻俾神。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所羅門嗰個愛神嘅心啊，係用行動去表明出嚟，係行神嘅律例，然後去獻祭，甚至咧佢獻祭咧係去到基遍嘅。基遍喺邊咧？就可以簡單講下係啊。咁一陣佢講埋，其實喺埋基遍度過夜。其實基遍咧喺大概距離耶路撒冷，即係所羅門住嘅地方10公里左右。係啊，10公里有幾遠咧？咁如果咧由我哋呢度去行啊，大概行到啟德左右，咁都唔係好遠啫，係咪？即係其實你行大概行2-3個鐘啦，係啦，2-3個鐘嘅路程係啦，咁就行到。或者如果向另外一邊行啦，即係向九龍嗰邊行，就係去到啟德。向另外一邊行咧，就荃灣西嗰邊，係啊，大概行2-3個鐘左右。咁所以所羅門就去咗基遍度去獻祭。咁就路程啦，如果你計來回，大概計5個鐘啦。咁所羅門當然唔係自己行㗎啦，佢一定有馬車去車佢嘅。咁大概當佢5個鐘左右嘅路程啦。咁獻祭個典禮啦，呢度有一個獻祭嘅祭典，估佢大概3個鐘啦，係啦。咁俾你揀啦，成個路程加埋聚會時間8個鐘，你即日來回定你留喺基遍啊？嗱，基遍係個點樣嘅地方咧？荒山野嶺，帳棚，自己個原本就住喺皇宮裏面，俾你揀，你住邊啊？梗係翻去啦，係啊，第2日都要翻㗎啦，提早翻去。早啲享受，話都舟車勞頓咁樣去坐馬車坐咗咁耐。但係咧呢度咧，我哋見到咧所羅門一個好特別嘅行動嘅就係、在夜間第5節呢度冇 highlight 出嚟，在夜間在基遍夜間夢中，即係所羅門選擇咗喺基遍嗰度獻祭過夜。其實作為一個君王咧，佢開始咗嗰個典禮，然後1000個祭牲慢慢獻，佢走先，跟住然後佢繼續獻。其實冇人會話佢。但係佢就咁樣選擇咗喺基遍裏面，相信佢係參與祭典，等埋1000個祭牲燒盡，因為燔祭係要燒晒嘅，燒盡咗啦，佢先離開祭壇，然後翻去自己嘅居所裏面。所以咧，其實見到咧，佢都係真係好看重呢個祭典，唔係當呢個只係一個表演，又或者一個君王要參加嘅責任咁簡單。
所以咧，聖經裏面一開頭講咧，就所羅門愛耶和華，而背後就見到佢一個一個嘅行動，點樣表達佢對神嘅愛喺裏面。咁今日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講愛嘅喎。咁世界講愛點講愛咧？咁呢套係咩電影啊？Titanic 係啊。通常呢句台詞有冇人知道係咩啊？係 You jump, I jump 係啊，即係一個好簡單就係講緊一個就即係跨越死亡嘅愛，即係你去死，我又同你一齊去死，即係 You jump, I jump 其實咁樣嘅意思啊嘛，成日可能你諗下 You jump, I jump 即係好似好浪漫，其實真係咁喎，即係你跳落去，我就陪你跳落去。嗱，呢個係世界講嘅愛啊，好轟烈，即係一個陪伴啦，即係少少好似。即係雖然，但係我哋嘅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唔係咁樣解釋啊。但係呢度你話即係你 will never die alone 咁樣，即係咁樣 You jump I jump 啊嘛，即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呢個世界講緊嘅愛係咁轟烈、咁浪漫，但係其實聖經講嘅愛咧，我哋就要留意下啦。或者呢度啱啱我哋睇到所羅門講嘅愛咧，其實更加多係一個行道嘅責任，你內在嘅動機願意去行出神嘅道，係因為你愛神嘅緣故，然後就所羅門做出之後啱啱所講行大衛嘅律例，去邱壇奉獻，然後去獻祭神，所有嘅行動係源自你裏面愛嘅動力。咁咧，我諗起另外一套電影咧，就咁啱講到咧呢份愛嘅。咁但係我啱啱問過少年人啊，唔係好多人睇過呢套電影啊，有冇人睇過啊？其實好好睇嘅電影啊！嚟緊呢個導演出套新嘅電影啦，都要有時間要就奧賽德啊，我唔記得。成個係啊，好好睇嘅，即係呢個導演出嘅電影咧，就基本上一定要睇啊！咁入邊咧講咗一句説話喎，係啊，我冇打出嚟。咁佢講咧，呢套電影咧係講啲科幻片嘅。咁我講個故事背景先啦。當個故事咧係講緊個地球將會毀滅啊！咁個毀滅唔係因為天災，而係唔係因為外來嘅襲擊，而係因為地球裡面咧有個疾病，就係植物之間嘅疾病。然後所以咧，當時咧成個地球咧只能夠種一樣嘅植物，就係粟米，所有人都食粟米。咁所以呢因為糧食危機嘅緣故咧，咁所有嘅科技啊各樣嘢都停頓啦。咁但係後尾咧，因為咧只能夠剩翻一代嘅人嘅生存空間啊，即係如果人類再過一代咧，就成個民族就滅絕㗎啦。咁所以後尾咧就有一隊嘅太空隊就決定離開太空，帶埋人類嘅胚胎去尋找呢個宇宙裏面人類可以繼續生存落嚟嘅空間。咁故事就係講緊一樣嘢啦。咁其實咧佢裏面有一句説話就係愛係唯一能夠跨越時間空間嘅事情。咁啊你話哇好深喎，我一陣講你就明㗎啦。咁咧其實當中咧最主要講一個太空人咧就係佢離開地球嘅時候咧。咁佢女兒同佢講咗句説話，就係留低。咁佢就咁，但係作為一個爸爸，梗係好想留低啦。即係話女兒同佢講話，即係請你留低陪伴我啦。咁但係佢知道，即係佢要去離開呢個地球，去為咗拯救人類嘅責任。咁但係其實成套電影裏面一個咧好大嘅對比咧，就話成個探險隊咧就好偉大，要去拯救人類。但係其實呢個主角咧，其實佢唔係去想拯救人類，其實佢想拯救一個人，邊個咧？就係佢個女。所以其實個電影裏面佢不斷重複睇佢個女俾佢嘅一啲日記啊，各樣嘅嘢啦。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咧，佢願意愛佢個女，佢先願意擔起呢個拯救人類嘅責任，然後去到外太空穿梭去尋找人類可以生存嘅空間。咁啊，中間好多好好睇嘅情節啦。咁但係最尾咧，嗰個情節就好好睇嘅，就係點咧？就係呢一個主角咧跌入咗黑洞裡面。咁但係點解可以跌入到黑洞裡面咧？咁就佢有佢嘅科學解釋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普通就話即係跌咗落去有冇簡單解釋，即係佢有一個真係嘗試用科學解釋嘅嘢。咁但係我嗰度就唔講啦，你自己睇啦。咁但係跌咗落呢個黑洞裡面嘅時候，咁如果你知道物理咧，黑洞係一個封閉嘅空間啊嘛。咁佢入咗黑洞裏面嘅時候咧，佢就攞得到人類拯救嘅希望，即係有一堆嘅數據，而佢只要將呢堆數據咧能夠傳翻去地球，咁就可以解決晒人類嘅危機啦。咁但係我啱講啊嘛，呢個係一個矛盾嚟噶嘛，就即係黑洞係一個封閉嘅空間，佢唔能夠可以將佢擁有嘅呢個人類希望傳翻去地球裏面拯救地球。簡單嚟講係咩咧？
即係人類就等喺黑洞以外就等待死亡，等待滅絕啦。咁就係咁樣啦。咁但係當然故事就唔係咁樣啦。最尾咧，佢喺黑洞裏面咧，佢見到佢個女，係啊，佢個女不斷地佢望到佢個女，佢後尾唔知點解見到佢啦。咁當然嗰個解釋我唔講啦。佢見到佢個女，然後原來有一樣嘢可以超越空間同埋超越呢個時間，就原來係愛。係啊，咁中間咧電影裏面有一個情節嘅，就係一堆科學家咧就講話，即係冇得救嘅人類，係啊，人類冇得救嘅，即係所有嘅計算方法裏面，人類都係要滅絕。咁所以咧，其實佢就只能夠有一個方法，就將所有胚胎送晒去外太空，然後希望人類可以喺第二個星球裏面就去繼續去繁衍、繼續生存。咁但係其實科學家計漏咗一樣嘢，即係咁計數，佢計漏咗一樣嘢就係愛。咁所以其實呢套電影咧，好似講緊科學，咦做咩我啲聲變到咁迷幻嘅呢一刻？係啊，講到愛嘅時候就咁迷。即係其實佢想講咩？就係即係其實愛係超越咗我哋能夠計算嘅嘢。即係科學家都計算冇辦法去做任何嘅嘢，但係就有一個人為着願意救佢嘅女兒嘅時候，就去甚至走到入去黑洞裡面，就拯救咗成個人類。而想講咩？就係佢裡面愛就成為咗佢最核心嘅推動力，然後最尾就拯救咗成個人類文明。係啊，咁就好好睇呢套戲，你可以睇。我好簡單講咗咧，其實裡面就好多細節嘅嘢，其實係可以一輪再輪嘅一個電影。但係我想講咩咧？就係即係咧好多電影講唔同嘅愛嘅，即係可能簡單啲就講一個轟烈嘅愛啦，就好浪漫嘅，好悽隱。咁其實愛都有咁樣嘅一面嘅。但係其實如果睇翻聖經咧，更加係一個內在嘅責任。好似講啱啱呢個主角嘅一個爸爸嘅愛，點樣肩負起佢希望佢女兒可以有一個繼續生存落去嘅空間，然後佢就去承擔起好多嘅危機，然後去做呢啲嘅事情。亦都正如咧呢度咧見到所羅門一樣，其實佢愛耶和華係佢內在嘅動機，然後佢就去做啱啱所做嘅事情。雖然啦，其實如果你講咧後尾呢個愛咧好快係扭轉咗，我去到第3點就會去講嘅啦。但係一樣我哋咧真係咧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唔好講咩智慧，唔好講其他嘢先。第一就係你裡面其實係為着乜嘢而去做咧？係啦，你係咪真係為着愛神？所以一陣間咧有個題目俾大家嘅喎，就話其實你好多時候翻嚟教會，你去侍奉，去嗰樣嘢嗱，一定係有好多唔同夾雜嘅原因喺裏面。有朋友，有屋企人，有牧者邀請嗰樣嘢。咁但係咧，我好想你咧多一個元素喺裏面，就係唔單止係一啲呢啲外在嘅元素，而係真係你去愛神。可能開頭咧就係得我愛神佔10% 嘅咋。即係其實坦白講啊，我少年嘅時候，可能真係我愛神嘅緣故翻嚟教會或者聚會，可能都係30-40% 左右。但係我哋要做乜嘢係咩咧？就係你慢慢加針咯，係啦，你慢慢知道你係因着愛神嘅緣故，你先行得遠、行得長、行得持久落去。如果唔係咧，好快咧，你見到有人離開，我朋友冇翻教會喎，咁就唔翻啦。所以咧一開頭咧，真係咧讓我哋去喺神面前去求嘅係一個愛神嘅心，並且呢個愛神嘅心咧，可能開頭好微小嘅啫，好一點，但係我哋慢慢就去成長，讓到呢樣嘢就成為我哋生命裏面咧核心嘅推動力，去行神嘅路啊。跟住第二，求一顆智慧嘅心，能夠服侍他人。咁就呢個一個我哋好熟嘅經文啊，就係所羅門求智慧。咁我哋一齊讀呢度嘅經文啊，1、2、3。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所羅門說：你僕人我父親大衛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為他存留大愛，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啊，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怎麼出入。僕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呢
呢度咧經文裏面咧有幾個細節啊，係啦，呢度讀埋先，讀埋先10到13節，1、2、3。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從，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好，啱講到呢個經文裏面咧有幾個細節。第一咧就係所羅門咧點睇自己同埋佢君王呢個職責。咁一開頭嘅時候咧，佢講咗佢父親先。咁佢父親大衛啦，大衛係佢父親嘅名。咁之前咧有兩個嘅稱呼俾佢，第一就係我老豆啦，即係我父親大衛。另外一個咧就講話你僕人。咁呢個都其實一個幾特別嘅描述嚟嘅。一個君王，前任嘅君王用僕人去尊稱啊。咁相比翻附近嘅國家啦，埃及係點睇君王嘅咧？即係法老啦。埃及睇君王咧係神明喺地上面嘅化身，即係其實佢唔係神嘅僕人啦。係啊，埃及嘅法老係埃及神喺地上面嘅化身。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就要敬拜法老啦。因為你拜法老即係拜神啦。呢個係當時一啲鄰近國家嘅思想啊。但係喺以色列唔係。係一個君王咧，係耶和華嘅僕人喎。咁所以去到第8節咧，你見咧佢開始講僕人住在你揀選嘅民中啊。所以大衛稱自己係神嘅僕人，所羅門都繼承咗呢個諗法，就係我都係神嘅僕人。咁其實呢個就好唔一樣嘅思維啦。即係諗下一個君王如果睇自己係神嘅僕人嘅時候，咁佢係咪就諗下我點樣去自肥，我享有特權？然後我去奴役我嘅子民咁樣，唔係啦，因為佢知道佢都只係一個僕人，或者用僕人可能比較貶低一個管家嘅身份啦，去管理屬神嘅子民。所以咧後面咧你就見到咧第二個都係繼承落嚟嘅一個諗法。第8節就話所羅門冇講話呢啲係我嘅子民啊，所羅門嘅子民。佢話僕人住在你所揀選嘅民。話呢堆人民唔係屬於我，係屬於神，所以我要好好點樣做呢個管理嘅工作。一個好少，你可能話你覺得用字唔同啫，即係你所揀選嘅民定係我嘅民，但係其實用字背後嘅唔同，就代表住佢嘅觀念都好唔一樣啊。所以君王咧，即係所羅門啦，佢覺得自己唔係國家最高話事人，邊個先係啊？神先係最高嘅話事人。咁所以演帶落嚟，點解佢要求智慧啦？就會覺得我管唔掂呢班人，所以我要求智慧。咁求智慧係做咩啊？就係聽訴訟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諗求智慧就話即係有好好嘅思辨啊，有各樣嘅嘢。咁其實下個禮拜你聽 Pastor Yu 專講，就係即刻有一單好難判嘅案去到所羅門面前，然後佢就點樣用智慧去判別啊。咁所以咧呢度講嘅智慧咧，其實唔係講一啲嘅哲學思想啊，能言善道，又或者即係諗好多嘅嘢，或者一啲高深。如果用我哋而家講咧，科學嘅理論，哇，量子力學唔知咩嗰樣嘢，又或者可能一啲當時佢政治點樣去處理，呢全部唔係。如果你睇翻聖經裡面講就係，我能夠去聽人民嘅訴訟，作一個公正嘅判斷，就係所羅門所講嗰個智慧。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諗咧去求智慧，你都諗清楚喎。你求嘅智慧係求咩嘅智慧咧？如果你求嘅智慧係講話我去為着自己建立自己嘅事業，然後我能夠去到可以幫助到，能夠令到我成為一個特別嘅人，然後去可以去壓制其他嘅人，呢個唔係聖經裡面講嘅嘢。聖經裡面所羅門講一樣嘢，就係佢求智慧，希望能夠服侍人民，就係咁。其實呢個心先至係神所喜悅，神去希望佢得到嘅。咁咧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咧，我就諗起一個即係喺人眼中好有智慧，但係咧
喺地上面咧，佢係面對好多困難嘅一篇新聞喎。但係我估唔係好多少年人睇過呢篇新聞啊。有冇人識呢個人啊？係啊，呢篇報道咧，嗰個報章都已經執咗笠㗎啦。係啊，係啊，但係你上網揾得翻呢個報道嘅一個記錄喺度嘅。咁篇報道係講咩咧？就係其實佢自己主動將佢嘅經歷放咗上網，然後就有報館去再去揾佢訪問。咁其實係咩咧？就係佢一個80後嘅碩士生啊，都係一個高材生啊。佢講佢自己咧讀書大學嘅時候 GPA 係3.6嘅，哇，好高分啦，係啦，即係咁之後當然順利就去咗讀碩士啦。但係讀完碩士出嚟咧，見咗200次工都揾唔到工，係啊，咁就即係高學歷，咁就冇工作。咁你詳細咧可以睇翻佢嗰個上網，你 search 呢啲字，你上 YouTube 揾得翻佢嗰個訪問嘅備份嘅。咁但係咧，我想講咩咧？就係喺下面留言咧，有啲人就好苛刻、尖酸刻薄啦，就話呢個即係嗱，唔係我咁講啊，係下面有啲留言咁講就話高分低能，係啊，即係因為佢個人嘅問題。咁但係有人又咁講喎，就話呢個都係教育制度嘅問題啦，即係雖然讀書好叻。但係好多一啲嘅可能人情世故啊、做事嘅原則啊唔識就去做。咁啊，其實攞呢樣嘢出嚟講，我想講咩咧？就係即係今日其實我哋都追求緊啲嘢㗎。譬如 DSE 你考完你都正常，大部分都想攞到一個高啲嘅學歷啦。呢啲唔係唔好嘅事啊。其實佢攞到呢啲學歷都係好嘅事。但係我想講咧，就係追求呢啲嘢嘅背後，其實係咪真係能夠幫助到我哋嘅人生咧？係啊，即係最近我都同一個少年人去傾啦，我又不斷即係同佢講話，即係你要諗未來你要做啲乜啊？係啊，你唔係單止諗我要讀啲咩，我啲咩嘢，你要諗你未來長遠希望自己做到啲咩，你先再去計劃。所以聖經裡面講嘅智慧咧，絕對唔係呢啲高學歷啊、碩士啊、博士呢啲嘅智慧。而係你能夠按住你嘅生活，按住神俾你嘅生活嘅職分，同埋你嘅嗰個嘅責任，你點樣去行喺神嘅路嘅當中？正如好似所羅門，佢好簡單啫，就係我有一個君王嘅職分，我要好好做好呢份工作啊！咁然後我就求智慧，求神俾我好好地去能夠判辨民，然後服侍人民。呢個就係所羅門。而神就悅納佢呢個心，就將智慧、長壽、富貴等等都賜俾佢，讓佢可以去好好地服侍佢嘅人民。所以都值得我哋諗啊！今日咧，我哋嚟緊即係特別，可能我哋都喺求學嘅階段裏面啦。即係求學嘅過程裏面，其實我哋追求緊嘅係啲咩咧？追求緊嘅係咪只係建立自己嘅人生，定係我都希望建立我嘅生命係讓人從我嘅生命得著益處？好似所羅門咁樣咧，咁所以今日第二點求智慧，讓我哋嘅生命咧能夠服侍其他嘅人。最尾第三點，求一顆單純嘅心，能夠咧唔妥協地去跟從神。最尾咧去翻開頭，我哋一齊讀翻《列王紀上》第3章1到第2節嘅經文嚇。1、2、3，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親，娶了法老的女兒為妻。接他進入大衛城，直等到他做完了自己的宮和耶和華的殿，並耶路撒冷周圍的城牆。當那些日子，百姓仍在邱壇獻祭，因為還沒有為耶和華的名建殿。好，呢度咧一翻去開頭咧，咁其實咧我故意讀咗第3節先嘅，因為咧其實咧啱啱讀嘅咧其實係呢個嘅所羅門高光同埋神聖嘅時刻，因為啱啱我講嘅都俾所羅門好高好正面嘅評價啦。咁但係咧聖經咧好真實啊，其實咧喺第3章第1節裏面已經咧記載咗所羅門一啲咧黑暗面。乜嘢嘅黑暗面咧？呢度講到咧佢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親，娶了法老嘅女兒為妻。咁我喺第1點裏面講咗啦，就佢好愛耶和華，呢度冇記載過佢同法老女兒任何感情嘅事，即係好明顯呢個係一個政治婚姻嘅描述啦。但係咧，其實咧，如果睇翻耶和華律法咧，即係摩西律法咧，其實係唔允許以色列人同外邦人結親。但係所羅門咁點解佢又要結親啊？咁好明顯就係因為
埃及係一個強大嘅國家啦。咁同咗埃及結親之後咧，就有強大嘅保護。咁咧埃及喺以色列南邊嘅，咁南邊就結咗親啦，冇後顧之憂啦，即係南邊就放心啦。咁如果你記得我上一次講到咧，就有堆示每就講北方勢力啊嘛。其實所羅門好懼怕北方嗰個唔穩定性喺度嘅。咁而家正就嚟啦，哇！埃及王嚟結親喎，咁南邊咪唔使理咯，冇後顧之憂，我專心去處理北邊嘅勢力。咁同埋咧，能夠同埃及結親咧，都唔係一啲等閒之輩嚟嘅，因為其實埃及係個大國啊嘛。而家埃及願意同我去結親，咁我就梗係兩反應啦。從一個國家安全嘅國土安全嘅考慮之下，但係所以咧，所羅門咧其實就面對住呢一個嘅抉擇。一方面喺律法嘅層面干犯咗耶和華嘅律法，但另一方面國土安全嘅考量，哇！又係一個百無利而無一害嘅結盟喎。咁而聖經裏面咧就呈現咗一個所羅門嘅妥協出嚟啦。妥協係咩咧？第一節就話佢應承咗呢一單嘅結親，能夠有一個埃及嘅保護。但另外一方面，佢心裏面就諗耶和佢愛耶和華。嗱，呢個愛咧係真嘅嚇。即係呢個聖經裏面都冇否定到呢一刻所羅門對上帝嘅愛，亦都寫咗落去聖經裏面。所羅門愛耶和華，更加將所羅門愛耶和華呢個獨特嘅記載就係俾咗所羅門君王一個君王啫。但係就係因為呢個黑暗面，其實就係一個小嘅妥協。可能你話少少妥協啫，都好實際嘅考量啊！即係一個君王佢要去考量自己國家嘅安全同埋穩定性。咁但係其實正係呢個少少嘅黑暗面，如果發展到去列王記上第11章，我哋而家睇緊第3章，咁就先優先我哋預示去11章，我哋一齊讀呢度11章1節嘅經文嚇，1、2、3。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亞捫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如果你記得一開頭第3節講話所羅門愛耶和華，個愛字再出現啦，但係今次變咗寵愛外邦嘅女子，少少嘅妥協，慢慢發展，就成為咗所羅門寵愛許多外邦女子，然後成個國家就陷咗喺呢個異邦嘅敬拜嘅裏面。咁所羅門後尾你又見到佢一個叫做黑化又或者墮落嘅過程裏面，咁所以咧，其實咧聖經裏面咧好真實啊，俾我哋其實聖經裏面講所羅門咧嘅嗰個慢慢嘅改變，唔係一下突然之間就變咗一個哇就去拜別神嘅君王，而係佢一個少少嘅妥協裏面就行，慢慢轉移得多咧，就繼續行落去，就成為咗佢人生裏面一個好大嘅失敗。所以今日咧，我哋要好小心啊，行神嘅路係唔可以妥協。係一啲少少嘅妥協都帶來可以好大嘅失誤。咁啊，最近啦，呢個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呢個 SpaceX 上市啊，咁我又唔會同你講股價啊各樣嘢嘅，你可以問第二個我哋導師嘅老公去聽呢啲嘢。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咁就呢個 SpaceX 係一個即係大家如果唔知就係一個太空即係火箭公司啦，就 Elon Musk 去建立嘅，咁就將佢嘅目的就係咩？目標就係殖民火星，咁就呢個嘅過程啦，係啦。咁咧，但係我想大家咧睇一段片，就係咧喺佢呢個2016年啊，今日2015定2016年大概嗰個時間啦，今日2026年啊，即係大概10年前左右啦。即係呢間公司已經喺度㗎啦，一直喺度運作緊嘅。咁當時咧 SpaceX 間發射咗個火箭上太空喎。咁個太空之後發射上天空先啦，未去到太空。咁之後發生咩事咧？我哋一齊睇下。嗱，呢個就係個火箭啦，一齊睇下。呢個2015年嘅 SpaceX 火箭啊，哇，燃燒起嚟，唔見咗咯。然後成個就變成碎片，就散落喺太平洋裡面。跟住之後，我覺得呢個片段都好諷刺，佢就影翻個空無一物嘅太空，然後落翻大海嘅裡面。
係啊，咁可能你睇完呢條片就哇，仲會唔會即係 SpaceX 係一間信唔信得過嘅公司？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係好耐之前嘅一個火箭啦，到而家已經好唔同啦。咁我想講咩咧？咁我講翻即係講翻今日要講嘅內容啊。咁後尾咧事故調查翻咧點解會有依件事出現？其實同埋呢個唔係是非嚟㗎，留意呢個咧係當時 SpaceX 接咗美國太空總署嘅一個任務。就將一啲貨物帶上太空站，所以其實佢係接咗單要帶啲貨物上太空站裏面，可能一啲補給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實驗嘅設施唔知道啊，總之係接咗單。咁所以其實咁樣一個即係一個好似煙花咁樣就冇咗幾億美元，係啊，即係唔係是非啊，係真實係發生嘅事。咁後尾咧啲人咧做翻個事故調查，發現咗係咩事咧？原來咧喺當中咧嘅火箭液氧罐入邊咧有一粒螺絲，呢粒螺絲咧原本係可以承載600K 嘅力嘅，係啊，唔係原本可以承載2000K 嘅力，2000kg 嘅力。咁但係後尾發現翻咧，原來即係佢哋啲數據揾翻咧，去到600K 嘅時候就開始斷裂，然後開始斷裂就連鎖反應，然後就成個火箭就喺太空燒毀咗。然後就墜毀咗喺太平洋裏面，咁就一粒小小嘅螺絲就帶嚟咗咁樣嘅影響。咁後尾咧，Elon Musk 就發現咗原來係即係原本呢粒螺絲係一間公司去做出嚟，就俾 SpaceX 去用，然後佢就相信呢個檢測啦，然後就用咗喺裏面。咁後尾 Elon Musk 就唔信任何公司啦，所有嘅螺絲都要做清楚檢查，先可以放上飛船裏面，然後就射上去太空。咁後來咧，有人講一句咁樣嘅説話，就係火箭工程裏面冇小零件呢件事，就算係一粒螺絲，都係一個重要嘅部分。所以想講咩咧？啱啱翻去所羅門嗰個一個，佢哋開頭講話好少嘅妥協，佢內心仲愛耶和華啊嘛。但係佢只係外在話，我一個妥協，然後就去同埃及結親。開頭嘅小妥協，你覺得可能少嘅啫。但係慢慢演變就好似火箭裏面一個小零件，其實都可以帶來一個巨型嘅災難，然後帶來咁大嘅影響力。所以咧，今日咧面對住我哋嘅生命咧，真係唔能夠去到有妥協同埋有退讓。咁所以咧，我哋見到所羅門最尾就係因為咁樣而失敗啦。咁所以所羅門嘅呢個壞榜樣或者呢個嘅負面榜樣，就唔好成為我哋生命嘅走嘅路，而係成為我哋生命嘅借鑑，好好地行神嘅路。所以今日咧，當神問你要什麼嘅時候，可能咧你第一時間諗好多我想要嘅嘢。嗱，呢啲嘢都真實嘅，咁你都可以去求嘅，但係你就睇神俾唔俾你。但係好想今日嘅聖經裏面俾我哋知道嘅就係，我哋真正需要求嘅係啲咩？真正需要求嘅係我哋裏面愛神嘅心。好咧，真係咧，我哋裏面嘅動機係因着愛神而去做我哋生命裏面嘅嘢。第二就係一個智慧係為咗去服侍，讓我哋嘅生命係為咗服侍他人。最尾一個單純嘅心就係唔妥協，能夠咧單純地行喺神嘅路當中。讓到呢三顆心咧能夠咧帶我哋行喺神嘅路當中，直到老咧都唔偏離。最尾咧，讓我哋一齊去祈禱。親愛嘅主耶穌，多謝你咧，俾我哋咧見到所羅門嘅生命，係一個好真實嘅生命。你咧將到每一個咧記載喺聖經裏面嘅人物係好有血有肉，讓到我哋知道咧，今日咧我哋行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咧，每一步其實咧都係需要咧我哋去用心去小心地去行。係啊，見到咧所羅門咧，雖然佢開頭嘅時候有嗰個愛你嘅心，但係因着咧呢個嘅妥協。佢咧嗰個嘅智慧點樣去用，同埋咧佢嗰個愛神嘅心咧都慢慢失落，讓到咧呢個嘅生命成為我哋生命嘅借鑑，而係咧我哋咧努力地行喺你嘅路當中，更加咧一生唔妥協地跟隨你，讓你咧成為我哋生命裏面最大嘅依靠。多謝你同心嘅禱告仰望，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Amen。